迎接圣诞跨年，但市政府日前公布3批的艺人阵容以后，24号市长吴伟霆用被采两的方式，搁再宣布韩国大咖女明星选美将来台南独家演唱，到时以无同的造型风格，就引发一阵选美风潮。开始了吗？今天要拍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彩蛋吧？还有什么彩蛋呢？黑豹2都没有彩蛋了，星野说没有彩蛋了，怎么还有彩蛋呢？居然是韩国顶流女神宣美，这个就是台南好样的跨年系列活动惊喜彩蛋，韩国顶流天后宣美在12月24号。在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，只有在台南2023年台南好样圣诞跨年演唱会，市府陆续公布炎亚纶、魏如萱等知名的亚冠星以后，已经在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。当话题持续的同时，黄市长搁再宣布采两，也请前 Wonder Girl 成员选美来台南演唱，嘛将全面提升公共安全的等级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